咁樣嘅設計啊，直接係將一間119方，總價只需要150萬，仲可以送個車位，就可以做出一個大平層嘅感覺。呢個盤呢，我有個戶型，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可以改造出一個大平層嘅空間感。其實前段時間已經有客戶係揾我買咗房咁樣去設計㗎啦，所以我要抽個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個係一個119方嘅戶型，南北對立，本身咧係一個3+1房嘅。咁點樣去改呢？喺度先同大家講講，就係將我哋連通陽台嘅嗰個客廳啊，我哋可以駁咗佢，然後呢，我哋嘅廚房嗰個位置做一個倒台，咁樣就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開闊空間感啦。呢度係馬鞍島2梯4戶。嗱，入嚟呢啲獨立嘅位置我就唔講啦，入嚟有間房嗰種。最關鍵就係呢個廳面，而家咁就好具體啦。呢個廳面呢，佢係有7米闊嘅，到呢度嘅位置。咁我哋將呢間房駁咗佢，跟住呢，將外邊嘅陽台直接封埋一個雙層嘅中空玻璃啦。咁樣我哋形成一個接近7米嘅一個進深。然後呢，呢度嘅開間佢係有4.5米嘅，因為佢呢邊係有1.5米闊而且呢啲我全部係有自己親手度過㗎。所以形成咗呢個客餐廳呢，打通連埋呢個陽台之後我哋嘅客餐廳係佢接近32個平方㗎。另外第二步，我哋將呢個本身係餐廳嘅位置，隔離係廚房嘛。其實佢本來佢嗰個廚房 U 字型嘅廚房，佢都係比較大嘅。呢啲位置係可以打咗佢嘅，打咗佢之後呢，呢邊就可以做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嗱，呢邊做一排推拉門。然後呢個位置呢個轉角位做個倒台，外邊嘅陽台就唔好喐啦，留翻我哋平時晾晒衣服，咁樣加起身，我哋嘅餐廳、廚房、客廳連埋呢間房噶嘛，就可以形成一個49方嘅大嘅空間。我哋13000幾嘅單價，總價150萬到，就可以做出一個大平層嘅感覺。喺馬鞍島咧，正常一套大平層咧要500萬左右嘅。第三咧，我哋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做一個定制化嘅主人房嘅設計方案。除咗呢間房打通做咗客廳之外咧，呢個位置本身有一間房我哋就唔喐佢。裏邊仲有2間房嘅。第二間，第三間呢間就係一個主人房嘅套間。Hello。跟住我哋呢個主人房套間呢，可以連通埋隔離呢個房呢個係半贈送嘅呢間房。呢個呢，我哋做衣帽間，呢個做我哋嘅休息嘅位置。我哋直接同隔離嗰間房打通佢，連通埋呢間房之後，我哋嘅主人房就有20幾個平方啦。咁樣嘅設計直接係將一間119方，總價只需要150萬，仲可以送個車位。當然啦，如果你屋企人口比較多嘅，呢種設計就唔係咁合適。但係如果你唔需要咁多間房嘅，呢個方案係非常之 fit 嘅選擇嚟㗎。最緊要係性價比夠高嘛。但係馬鞍島呢個位置呢，講真我個人覺得就都係適合深圳嘅客戶，平時通勤或者喺兩地之間往返居住就方便啲。如果係香港嘅朋友，呢邊就冇咁市井嘅生活周邊嘅業態目前馬鞍島都仲係需要時間去沉澱㗎。我更建議深中兩地嘅通勤族嘅朋友可以考慮呢一邊呢個係我個人嘅一個總結。咁樣如果做好呢個大嘅廳面同埋嗰個廚房之後呢，哇！呢種想像真係非常之豐富。晚上我哋可以坐喺度飲下咖啡飲下汽水睇電視，小朋友呢就響呢個位置喺度玩耍。我哋嘅女主人喺呢個島台切下水果，或者開2瓶小酒，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享受。用低成本、低價格換出咗一個大平層嘅空間享受。呢個係我個人嘅一個設計，唔係話我喺度空想嘅我已經有客戶係咁樣去做、咁樣去設計，所以呢個性價比呢一款嘅設計可以分享俾大家。唔係話所有樓盤都可以將呢啲牆體可以駁㗎。有啲可能只能夠駁一半，但係呢個係完完全全可以打通，所以我分享俾大家好啦，如果大家想要響中山買房不論你係想要中山馬鞍道或者中山城區，或者係你想要改善置業等等嘅買房需求，都可以隨時揾我呢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我會根據你嘅實際買房需求，幫你匹配最優嘅買入方案。
有需要嘅朋友後台嚟揾我啦。春節唔放假哈，如果睇樓嘅隨時 call 我就 OK 啦。拜拜。